毋是世间的聪明巧智，来甲咱的贪嗔痴慢疑这物件安怎家斩断？斩断了后，咱的身躯这大铁链，才会当放下落来，才会无法度，才会袂去互伊拔掉的。拔掉的时阵，就像第二张相片，恁是由头甲面的，你就无法度展现你的笑容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，继续下一张。那这一张呢，各位浅显，看这张的图，咱真着亲像徛伫迄只，但是有一条是往光明的路，一边是往黑暗的路。请问各位浅显，恁是要选择光明之路，还是黑暗之路？光明之路。较大声的，我无啥听到。光明之路。一条路。光明之路。光明之路。其实光明的路，就是像咱真安尼，互学会知影有家一个浅显讲，你来3点钟受到佛光的普照，结果你这3点钟是杜绝业力的干扰。这句话咱敢听？你来伫遮3点钟哦，3点钟受光的普照，这3点钟业力拢袂甲你干扰。安尼又更过一关去安尼。所以来佛堂好不好？好，真的是很好。所以呢，这张相就是互学吹出来，要互咱知影讲，如果咱若无有安怎用着咱的智慧来选择咱的人生，咱拢会安怎？人讲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有当时啊不直咧，动甲安怎歪过起出来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一定爱方向目标一定爱确立。目标是对，目标就是咱要去的安怎？不给一天，我们就是要回去多帅天，咱面就做需要。方向就是安怎？直直甲行，唔通乌白转弯。安尼呢，目标设定了，方向抓住了，那我们就不会安怎？搁走迄个行迄个弯弯路，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？大家就会一直往着光明的路去走。你袂搁去互伊，伊也拖，伊也乌啊。到尾啊，两句话我甲你讲啥？要知我迄个时阵，要知，要知敢会伤慢啊？人讲人生没有安怎？早知道。后悔有没有特效药？后悔敢有特效药？绝对无的。所以一定爱把握当下，一定爱把握当下。好，那我们既然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，那大家要守住哦，一定爱修住哦。那我们再继续下一章，音控组，谢谢。那看一下影片好了，那个影片？这个好，放出来。看一下这一个影片，应该大家都看过。声音可以小一点，声音可以小一点。这只马啊，活伫迄个泥沼内底，伊敢无力通啊爬起来？无能力。伊无能力，结果这群马运的赶马的人呢，看到伊踮伫迄内底。有心想要甲伊救，但是要甲伊救爱有智慧呢。所以呢，即个就讲这只足可怜的，敢是交咱人共款，活伫迄窟仔内底，家己无力通爬起来，互边仔人甲伊看，敢是拢害怕，讲伊足可怜。我叫安尼相共。即个呢，就讲大哥，我落来你哥哥咧甲伊讲你开什么玩笑？马啊，伫迄浪伫迄泥沼内底，你是要怎甲伊抱出来？那么呢，这个大哥呢，手举一支锤啊，就开始咧动迄土。为啥伊咧动土？这个就是咱亲像咱道中的贤弟性。伊咧动土是要动看内底的落瓦换偌深，佮落去的顶土，佮偌久就来到。所以呢，你看他所做的一切。所做的一切，伊就咧看，咧等，知影讲顶悬迄烂土无介悬，
面落呢，就是定的啊。所以伊讲啊，讲着看伊的问题，那安尼伊的问题是要安怎看？就是看伊家己有心无，看即只马啊，敢有想要爬起来。如果伊家己若无想要爱，那安尼无人有法度人救伊。所以伊就叫伊的小弟当下将啥，将剩的迄马群内底，拢家己赶出来，赶出来安怎？伫遐咧说，伫遐咧拍，就是要家己带动，互伊看有想讲，你老伫遐会当安尼走，马人本来就是伫外口走的，歹是像我踮伫咧遮的，就爱看伊敢有心想要爬起来。伊的心若有想要爬起来，伊就自然会受影响，都会牵涉。修学道这条路，嘛是看咱家己。如果你若无心，咱电源师组长领进，因嘛无法度人去厝里甲你绑出来。但是安尼，像咱今仔日大家有这个认识，知影讲今仔日有 K 明白，那我们应该要出来，因为我要成长，我要了解更多。你看这只马啊，伊的脚有咧疼嘛，伊毋是一摆就成功各位先生，咱要改掉咱的脾气毛病，还是贪嗔痴慢疑嘛，毋是一问就会成功的。但是只要你有决心，这只马啊就是安尼，你有决心无？有。伊早4届，跳4届伊才爬起来。咱若有当时啊2届做无成功，咱就会但是安尼，所以修养学道真正是阿标，你看，刚夜市爬起来，所以修养学道因为咱过去几世已经积真济的这习性，咱的秉性。如果咱若是要改变，咱若无坚决的毅力，咱是无法度能改变。你就会中途来忘记，那安尼你的生命你就继续轮回吧，就变成轮回吧。所以这只马啊，安怎有英文无？英文。讲到显地线，咱各位浅显，咱迄早讲书讲是有甲咱讲，修学到这条路，咱来安怎？三不离，不离显地线，不离经典，不离活动。所以呢，咱的领领组长，咱的电源师因，逐个若去咧甲咱访亲，就是要搁互咱搁较济的即个正确的理念。所以呢，不要杜绝盲拒绝，因要去甲咱访亲，应该是无啦，大家拢欢迎啊，拢会欢迎讲电源师要搁来啦。所以呢，各位浅显，其实修行这一条路，不是我们说说而已。咱一定要付出实际的行动。我们今天呢，也邀请了我们秋燕呢，秋燕伊走落去哇，伊甲我闹跑啦，各位浅显，秋燕伊是互学的同学，但是伊自细汉就求道啊，毋过呢，人就是安尼，细汉求过啊，离开环境。拢无咧去，这一回呢很幸运，拄好有去交咱父亲接触着，怎啊搁甲伊引导出来？所以他最近呢就常常在佛堂学习，出家当班，学礼节，他就安怎？伊就愿意来学习。所以佛学甲伊讲，你若想要改变命运，若要改变心情，你一定要从安怎对道学、对真道理来道场内底感染，因为道场内底。是一个啥呢？正能量的感染的磁场。若是外口呢是一个大染缸，你的心就一定爱把持会牢，你才袂去互伊安怎去污乌去。但是佛堂呢是一个安怎？除了是漂白的所在，而且是一个磁场很强的地方。磁场很强的地方。佛学呢，伫遮呢，既然要迄落个绕跑去，你外组长，你要来甲阮分享一下，来，咱另外组长星期回，咱的演家，佛堂，咱或许知影，
一项代志要有成就，毋是看到后壁结果尔。哦，一定是头前人有做了足济咱看袂到人的付出来，人一定有咱安排的计划，吼，要来排演，要来安怎来完成这项代志。所以呢，事前工作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事前工作太重要了，因为无法伫职场内底大过。叫做之前会安怎？咱的代志的进程一定爱有一个规划，有一个演练，有一个安排。你当中打会顺，后壁甲搁做一个检讨，好的摕出来继续应用，歹的爱改善。这就是咱人生叫咱修学的，大家所需要的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请我们立华主